只要你敢评论，我们就敢来蹭。但是今天不去蹭，我打算今天做一件比蹭饭更有意义的事情。做一件那样更比蹭饭有意义的事情嘛。你接着往下看嘛。你们两个结婚几年了？11年了。当年有没有拍过婚纱照？当年哪才嘛，婚纱都是那样的晓不得。现在想不想拍？想都想，老了，对不对，老公？那你两个从结婚一直到现在，感觉有没有什么遗憾？想拍一回婚纱照，这是你最大的遗憾吗？对，但是老了，没有机会了。今天我让你的人生不留遗憾。笑一个，笑。歡呼聲時常衝擊我，教我踏步不畏懼，縱有困難。